舅母，快过去见过啊！二舅母，哎呀，快起来，来，这旁坐下。看你身体单薄，实不胜衣，吃是为何？外甥女士小肚病，从未吃完事期，便吃药倒是尽了。怎么，林姑娘来了吗？啊，真的来了啊！哎呀呀，来迟了，来迟了！哎呀呀呀，老祖宗我来迟了！坐在楼头西墙上，今朝听听贵客到。你呀，我认识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虎啊！内心生所谓来之，你只要叫他一声蹦辣子就是了啊！这是你灵儿嫂子。二嫂子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好一个妹妹呀！那两个老祖宗生前的外甥女，分明是虐天仙离了红来当。妹妹来，坐下，坐下。你是今来到这里呀？就当作分了几句才话中，这家中就是你家中，要亲要用把最人同，你这委屈告诉我往西呀梦。谢二嫂子，坐下，坐下。你们赶快当嫂子，让林姑娘带来的人歇歇去。是，妈妈姑娘随我来。给你带来这个小丫头，太是能了吧？啊，把我身边的那个紫鹃丫鬟接了对我好事回来。是。见过林姑娘。老娘家里来了客人，快过来见过你林妹妹。哎，这个妹妹好像在看见过的呀。哎呀，又要误事了，你何人见过啊？谁没见过，看见面说，心里好叫神色的一盆。哦，好啊，这样嘛，有在一起就和睦了啊！坐下，坐下。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证明名唤的女表示你不是，不是。哎，妹妹，你有女没有啊？我没有女，你哪块女也是件喜欢之物，起码人人都有。什么稀罕的东西，谁的高效不是，还是灵不灵？哼，我可不要这东西。院长，你生气啊？要当那人容易，我可去塞你那命根子哦。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今天来了神仙似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哼，可见不是好东西了。宝娘。把他带上，宝兄弟，宝兄弟，
宝女啊，你快带上。宝女啊，宝女啊，宝女哦，当心里第一次到，快带上。宝兄弟，老太太不是常常说的吗？这富贵家人就指望着这个命根子女。好妹妹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呀！你吵我做什么呀？哎，好妹妹，你看呀，青山是金不去上，气焰比实在香，半雨团面一几身。来，替你家门去新婚场。我也尝尝。哎，你脸上又是去谁的指甲还谁了？不是的，放在nhà里的银子高。你又在做这些事了？人家白都会是你的，要是传到舅舅耳朵里去，大家又该不得安心了。那怕什么？大不了家里的人都是我的文氏母王罢了。好啊，原来你得了牙了，被封为文氏母王了。哎，别人叫的你可不能叫。为什么不能叫？我偏要叫文氏母王。再叫文氏母王，文氏母王。李姑娘一起到厅上去。什么？西太太和家都搬到这里来了，宝姑娘也来了，宝姐姐也来了。是啊，他们都等着你，快去吧。哎，对。燕燕姐姐，宝姑娘也来了。是啊，林姑娘来了。这一位啊，你可叫错了，是宝姑娘来了你。起来！哎呀，宝妞，妹妹，快手下，快手下！宝兄弟，林妹妹，快过来，给宝姐姐敬个礼。宝姐姐，宝兄弟，林妹妹。有可你恼了。是啊，早就在盼望了。太太，老太太请姨太太、宝姑娘到里面去走。啊，妹妹，请吧。爷爷冷了，先回去吃药吧。你先回去吧。哦。你吃完药再回来吧。
姑娘家里啊，是有地利有产业的名门大族，就在锦里做大官。你看，可不像林姑娘那样。听说那宝姑娘还有什么金锁，也像宝玉那块玉一样，是一件稀罕的东西呢。我什么王先生很长呀？我什么王先生很长？哎，宝姐姐，听说你经书上面也有几个字，今天要让我上见上见。我没什么好看的。宝姐姐，你看了我的，去过不娘人家看你的呢。不离不弃，方领勇气呀，这两句话真像五十一对呢。好香啊，宝姐姐，这什么香啊？哦，先是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气。冷香丸那么好闻，哎，借我一碗尝尝吧。又闻到了，牙怎么能好吃的呢？这香气好闻嘞。哎，宝姐姐，我们来下棋好不好？好。林姑娘来了。哟，有这么雅兴也不叫我一声，是个自己在问你。哎呀，林妹妹，你来得真好，来。林妹妹，宝姐姐的棋子可真厉害哦。好妹妹，你可不要听她的。哎，你听我下一下，你下赢了，我可把你为师。要是下输了，就请宝姐姐随我们两个做徒弟吧。你看你这张嘴。宝爷，外面有人找你，是老爷唤你。老爷叫我，既是老爷唤你，那就快去吧。宝爷，你忘记披风了。老爷唤你，也用不到这样心惊胆怕的呀。
这个不上进的奴才，被归靠你作为所上，被丫头你到良心光，自古道世事同名皆亚为，神经连大皆为章，可叹你神情思过去不扬，仕途经济偏一跑，只怕是用在难以成功了，愈加愈功都无望。如今娘娘吩咐，叫你我姐妹们对到大观园中去治。大观园，你可要经我好好地读书，若不安分守己，就不饶你。牢牢记住。是。圣人勇，从小生子本业，是君不可以不忠，是父不可以不孝也。三纲五常，乃成立生子大计，为人臣子不可以不知。是故众人丑小子之门友。人家在哭闹，你还在笑呢。每日里送王人来帮咖啡，分享开头及祖先，岁岁恭敬听教诲，非同小老多生言，这儿名掉落的崔文章，多耽误头昏莫用才可言。二姨，请问，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的？我自己画的。画得一点都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小祖宗，你倒书要紧，就让我嘎嘎问吧。好，谁让你画吧？
我们的先生姐姐又要年金苦对了你。看我不死了，你都长嘴呢。二姨，不说吧。看你捏成这个样子，来。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二姨，你上次叫我弄的书我今天拿来了，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拿来我看。来，西厢记，对不对呀？二姨，给上上我了吧？好，明天上你吊钱。谁没有见过吊钱呀？二姨，把这个香港吊卡烧给我吧。好，拿去拿去。把这个荷包也烧给我吧。哎，这点都可拿去啊！这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，谁也不准拿。拿来。喏。像这样的好处，老爷却不许我读。今天我背地里飘到太过爽快，苏扎着天津有事，难得西厢记妙事啊！先生身尽心能事应应家，我应应身经更比张生慈，汉宝玉身不由己全才是，但愿在今晚梦雨破旧事啊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哦，原来
里用功，这样一来呀，可要成功砸鬼了你。你耻笑我做什么？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狂功名闻万千的八股文章，你玩的这些你不是那是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趁早叫我看看。谁相机？好妹妹，真是好文章。欺负你好，明朝让我接在在指示里，让哪头人把我澄清掉。我好不好？你要一个想的，那很容易。王氏今后有人会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又会做又会写，又有什么金的玉的？哎呀，你又来了！你是个明白人。难道连清福阁是我一笔金线都不知道？岂不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猜，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？为的是我的心，我也为的是我的心。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这样倒出来，他们能放过你吗？把生死儿子置之度外，是有什么也不怕了。那你决定再不唱戏了？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呀。二爷，苏戏子一见又是天无怒，来下泪滴在上头，此去必居东郊地，从此离开秦王府。二姨，
既冠随身之文，请留作纪念。二爷，刚才不知道哪里去了，也不告诉一声。咦，这是哪里来的？咦，我怎么从来没看见过啊？是哪里来的？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呀。是什么朋友？就会送你这样的东西？你呀，不知又去交上了什么三教九流的生物了？哎呀，你少管一些好不好？神的事了，啥有风风雨雨被上头知道，红萝卜又要拴在那株账上。你怕什么？我该的都真经事了。你哪里来的？是一个唱戏的朋友送给我的。唱戏的朋友？哎呀，二爷，原来你有戏子也叫起朋友来了，这怎么得了啊？哟，有戏子交过朋友，这难道也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怎么不欢迎客人吗？那我也真不该来了。啊不，宝姐姐，来，宝姐姐，请坐啊。你们刚才这样热闹，在谈讲些什么来？宝姑娘，你看，他叫我戏子也叫起朋友来了。戏子？可怎么得了啊？宝姐姐，你不要听这些话。什么事啊？阿姨，老医生，明日一早有贵客要来拜访，要你去会客人，又是备客。宝姐姐，你听我想想，老爷每逢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也陪着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那是算是你的人才出众，人家娘母呢，谁都想来见见你呢。我无非是个手中艺术的俗人罢了，配人家娘母吗？哎呀，你怎么忘了？你原是贵妃娘娘的领地，怎么不叫人娘母呢？我真不愿意与这些落都门来往了。大姑娘，你听听，世上哪有不牛主官人来往，且上下不分，牛戏子混在一起的道理？是啊，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。宝兄弟，常言道，子呀，看来亲，谁不想高朋们迎门？
也该去慰慰做官人。俺将西仕途经济好学问，若为谁事事做人真本领，理应该把茶竿头举上进，怎能够不务正义破功名？陶姐姐，老太太要往国外，真没承认，你去往国外去吧。我难道是准备人往国外的吗？宝姑娘，你不要理他这些，人家劝他上进，他呀总骂人家什么落度啊！你想想，这么远的老爷不生气你？没有什么，受不着了，我该走了。宝姑娘再走一回去吧。宝兄弟，我走了。我送宝姑娘，宝姑娘最好。宝姑娘最好啊！宝姑娘从心里宽大有我呀，硬是宝姑娘，要是为了林姑娘啊，不至于会这么样你。提起这些来，宝姑娘真叫人敬重，可是你都人家身份了。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这些文章的话。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？想不到归国之中也会传上了这种风气。二姨，爱两忘记容易人，人间自己最难拒，待你本身自心光，但愿自心好爱我们众人亲王府有一喜子，名叫齐国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至今多时不见为妻。转世齐国与琳琅宝玉相交甚厚，亲是道出夫妻，也是琳琅的子意。故此见老先生尊之琳琅，请将齐官放回，一直可为王爷奉恳之意。儿子嘛，以免下官去觅自空。来人啊，混包牛来！
了点中妹妹成子弟，不是今日去革命，你将来什么祖宗大娃家里是不是子？狠狠地打天哪！相我家父自立尊严之存，富贵公民之家，竟出了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。气坏了，岂非是大了？养了这个日子，我亦不孝，曾经是结果了他一切后患。老爷，你应该看在夫妻份上，我年已半把，只有这一个孽障。宝娘，我们娘俩不是一起死了吧？都是你，都是你！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拉死他不可！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呀！好吧，你一定要把他拉死，你不是把我先拉死了，你把我先拉死了。你先打死我，谁打死他？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只叫儿子进去是了，何必惊动老太太自己走来呢？你原来问我讲话，我倒是有话吩咐，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。叫我才失去了啊！儿子管教他，言为的是用中要做。老太太实在话，做儿子时候担当得起。呸！我只讲了一句话，你就经受不起了。你那样的棍子，难道宝牛就经受得起了吗？宝牛啊，你这不要好，不争气的身子哦！晚上把这牙用酒拧开，替他敷上，把淤血热都散开就好了。好，多谢宝姐姐。当得这个样子。兄弟，两牙苦口离于平，终言女儿离于人，啥能听一句也不知今日谁讨厌。宝姑娘说的是，今后可真要改一改了。
兄弟，你好好的养息吧。你做什么来了？我是有些别扭车站，是不知道的。看，你可受了委屈了。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，也是情愿的。看看，要是宝爷醒了，回头奶奶背着老太太就过来啊。我走了，回头再来看你。警卫，你做什么？保证送给林姑娘去。哦。